天氣炎熱，來一道清香營養豐富嘅素湯。蘿蔔去皮，切絲。350g 滑豆腐，切開48小方塊。大火熱鍋，以下1湯匙油，油熱煎香10g 薑絲20秒。200g 蘿蔔絲，炒1分鐘。1000cc 滾水，1茶匙鹽，1/4茶匙白胡椒粉，攪勻。350g 滑豆腐，大火煮5分鐘。15g 乾杞子，蓋好，轉細火再煮5分鐘，就做起啦。加啲青蔥花就可以上桌啦。